今次心路歷程咧就介紹馬灣1868，即係馬灣公園二期。咁呢，就係呢個馬灣嘅消防局呢，咁隔離有個足球場同埋巴士站啦，咁就呢度再隔離呢，就有一個寫住馬灣1868嘅入口啦，就係呢度入嘅。咁呢度啱間整完之後呢，最近先開嘅呢一條路就係。咁沿住呢一條路入去咧，大約行幾分鐘咧，就會入得到去馬灣1868個核心嘅部分啦。如果響青衣又或者葵芳坐珀麗灣巴士入去馬灣嘅話咧，就喺馬灣第一個站，即係迴旋處嗰度落。如果係喺荃灣或者九龍坐陽江巴士，又或者係九巴嘅話咧，就喺馬灣總站嗰度落，就喺消防局隔離嘅。咁如果係二號碼頭坐中環船入去珀麗灣嘅話咧，就喺貝殼廣場轉左，經過沙灘同埋隧道，咁就會去到馬灣公園二期啦。咁繼續沿住呢一條路入去咧，就會開始見到啲唔同顏色嘅屋嘅。咁嗰度咧就開始有一啲嘅鋪頭喺度營業緊啦。咁有一啲係賣緊唔同嘅產品啊，同埋有一啲唔同嘅藝術作品咁樣嘅，亦都有一啲藝術嘅工作室喺度咧。咁大家可以嚟參加佢哋嘅班啊，去做唔同嘅藝術嘅創作啦。咁沿住呢條路繼續行咧，咁其實都會有一啲嘅咖啡室啊、食嘢嘅地方嘅。咁喺呢幾個禮拜咧，咁佢哋陸續都會開張，亦都可以大家可以飲下嘢啊，休息下。亦都有唔同嘅位咧，去俾大家去影下啲靚相咁樣啦。咁喺屋嘅另外一邊咧，就係海嚟嘅。咁嗰邊咧就有呢個汲水灣大橋啦，同埋望到大嶼山啦。亦都前邊有一個馬灣公眾碼頭喺度嘅。咁呢個大啲嘅廣場咧，有一個藝術品喺度，心靈藝術品咧，咁啱啱4月中就開咗啦，已經。咁係一個好好嘅郊外休閒嘅地方嚟嘅。大家亦都可以喺告示板嗰度揾到有啲咩嘅商店啊、食肆啊，同埋馬灣1868嘅地圖，亦都有近期活動，大家可以嚟參加下啦。馬灣1868咧，亦都有唔同嘅藝術展覽啦，有比較出名嘅，例如喺 PNQ 嗰度，亦都有一個檔位嘅一個畫貓嘅插畫師去擺一個展覽啦。亦都有一啲嘅創作比賽，就係馬灣同圖擺嘅唔同嘅參賽嘅作品喺度啦。呢度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影相同埋打卡嘅地方嚟嘅。咁有啲市民啊同埋街坊會帶埋佢哋嘅寵物啊、狗仔啊嚟到去影下相啊。大家試下嚟馬灣1868打卡影相啦！